親愛嘅玩家你好，歡迎加入輕鬆領活動。我哋平台係最敢開大獎、最敢送好禮嘅遊戲平台，相信你已經深深感受到我哋嘅誠意。為咗令每位玩家都可以更加輕鬆咁提領獎金，我哋特別推出咗輕鬆領優惠活動，滿足你快速提款、即時領獎嘅需要。喺活動入面，你會同時擁有兩個錢包，一個係原錢包，另一個係輕鬆領錢包。參加活動之後，系統會自動送你一筆體驗金20港元入輕鬆領錢包，等你自由體驗遊玩。請留意，體驗金只會喺首次參加時發放一次，之後就唔會再重複送出。當輕鬆領錢包嘅餘額超過140港元，最低提款門檻時，你就可以即刻申請提款，唔需要完成任務，冇任何條件限制，亦冇隱藏規則，可以輕鬆提領錢包入面全部資金。如果錢包餘額唔夠，你都可以隨時購買唔同面額嘅儲值券嚟加值，儲值後嘅金額一樣可以隨時提領，完全冇額外限制。至於原錢包入面嘅獎金係真實可提領現金，而暫時未能提款嘅原因係因為平台提供咗免費體驗金同各種高額活動獎勵，等玩家唔使儲值都可以玩。為咗確保公平機制，需要達到等級5之後先會開放提款資格。祝你日日中大獎，錢包滿滿，財運滾滾嚟！